大家好，今次星島地產網帶你睇地盤，要介紹嘅新樓盤係加多利山物業，由會德豐發展，位於太子道西211號，入業共一座，提供66伙，單位面積由777尺至3105方尺。樓盤嘅左手邊係 Sky Garden、嘉麟台、嘉輝大廈、蘭亭閣等，而樓盤嘅右手邊係雪勤樓、加多利大廈、儲君閣等。而樓盤嘅對面係王子花園、太子花園、愛華大廈等等。而樓盤嘅後側就係山景大廈。加多利山同一眾嘅住宅項目相比鄰。我哋聽下附近居民對環境嘅睇法。好方便，嘈啊嘈啲。交通方面呢？交通好方便。咁環境呢？環境啊普通咯。配套設施有啲呢？就好嘅 ，OK。係。周圍空氣質素嗰啲呢？呢度都可以，因為有啲樹呢。有啲樹會係好啲嘅。咁交通設施方面呢？交通方便方便。我一行落街4間屋，可以搭車啦，搭咩車都得，係咪？通常搭咩車多呢？喺呢度要搭巴士咯，搭巴士落去落邊搭地鐵咯，或者搭208出去嗰度搭地鐵咯，就方便啦。步行唔使5分鐘就可以到達巴士站，而步行1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達港鐵旺角東站。該區配套設施好完善，有呢個公園同埋呢個休憩用地供小朋友遊玩，同時亦設有一個大型球場。依家就等我哋睇多次加多利山附近周圍嘅環境。今次星島地產網帶你睇地盤嘅介紹到呢度，遲啲再為大家介紹更多嘅新盤。拜拜。